来消息我来看，今仔日开始，疾管署开放6个月以上的民众会当做公费的流感疫苗，所以已经是疫情的尾期咯。也毋过有诊所的意思是讲，即嘛为着流感的民众嘛是个袂少，所以建议民众会当去注疫苗。放轻松不要哭流感疫苗一针拄落就通提升保护力。3月初5开始，疾管署大幅度放零公费流感疫苗对象，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拢通注公费流感疫苗，计算到2月底，库存量约有7万ton左右。会啦，安怎讲？有资料有保庇。有一年，阮兜3个拢去拍，一个无拍，迄个得到迄个重大的这个重型流感。到尾阮就惊着，讲安尼袂使，安尼每年拢爱拍。其实应该大家就拢爱做啦哈，尤其是遐风险较悬的人、老人啦，本身有心脏病啦、有糖尿病啦，还是讲本身有肺病的人。这都不应该爱做啦。医师林英然以第一线诊所看诊的经验，伊讲，为去年底开始，流感疫情就开始断。经过过年期间开学到即马，因为流感来求诊的民众也是有咧增加。得流感感冒的人吼，甲一般的感冒无共款，所以就是足忝。你若看到一个病人足忝，你一定要考虑吼，是毋是有流行感冒啦吼？特别你有发烧，佮有啥物烧流鼻水这。呼吸到迄个症头的人，就算即马已经春天，普遍大众认为是流感疫情的尾，但是医师林英然也是呼吁大众爱来注流感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因应COVID-19疫情也当咧拖，林英然讲，若无严重的感冒，也通流感疫苗、COVID-19 XBB 2档疫苗当接住，保护家己的健康。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。